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吴佩珊。台积电将在今年第2季度投产，有望将产业中下游厂商一同带进高雄。不过，有议员提出电力是否充足的问题，市长陈其迈表示，一定足够，不用担心。台积电落脚高雄楠梓，带动地方产业发展，最快将于今年第2季度开始投产，但电力问题始终让人感到担忧。临近夏季，气温开始不断升高，届时用电量势必大增。那高雄准备好了吗？高雄剩余电力185亿度，扣掉台积电的92亿度，只剩下90亿度哦。但是别忘了，台积电进驻之后，还是有它的下游厂商全部都会进驻之后，难道他们不需要用水用电吗？然后再来辉达要建置 AI 的这些超级电脑，这个是吃电，这样子到底真的够？还是说我们这样子够之后，高雄以后不能再招商了，因为我们的电也不够了。台积电投产必将带动中下游厂商进驻，而身为工业极为发达的高雄，必将会需要更大量的电力。高雄市内共计3座火力发电厂，除了供给整个大高雄地区各项用电需求，更肩负南电北送的重任。市长也在议会质询中提出保证，电力供应绝对足够。要招商，自己就要有水、有电、有土地嘛，对不对？高雄的电已经够了，我可以很负责任保证说，未来不管是算力中心、台积电，即使在扩厂，我们高雄的电都足够。好，那我也认为说，其他的县市，包括不管是桃园或者是台中，要设新的厂，都要考虑到电的问题，自己发的电自己用，这样才是负责任啊。那目前我一个数字，我跟李议员分享，我们现在南电北送的比例是38%，未来如果再扩建，会达到60%，从500亿度的电增加到1000亿度。那我跟台电说这样不行，我们高雄的环境污染已经够了，它应该要好好的能够审酌整体的国家的这个包括产业的布局跟能源政策，那这样才来跟高雄谈。所以这个部分我也跟李议员分享，咱的电有够用啦，免烦恼啦，烦恼是别个管区啦。但高雄地区停电事件时有发生，虽然多为故障以及动物误触高压电等，却也让人信心不足。用电的部分当然一定会越来越增加，因为未来台积电的进驻啊，然后还有那个辉达那个 AI 计算中心，它那个都是吃电怪兽，所以当然会让人家担心说我们用电量不够。那其实讲真的，高雄也蛮常停电的。市府一再的保证说用电量够，负责任的态度，市长都这样子讲，但是我们还是担心说未来的电量会不会不够啊？那未来不够的话，电费会不会增加在民众身上啊？台积电投产进入倒计时，电力供给是否真的足够，即将见真章。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高雄市三凤宫后面有一家开业超过60年的古早味粉圆冰，其中的招牌综合可以自己选料，口感丰富又美味，是许多高雄人的最爱。很多顾客是从小吃到大，还有远从美国回来的民众都不忘上门一尝怀念的家乡味。在高雄市三凤宫的正后面有一家开业超过60年的古早味粉圆冰，其中招牌的综合口味是以仙草汁为主角，再加上可以自由选配的多种粉料，还有咪咪武器超绵密的芋头，口感丰富又好吃，是很多高雄人的最爱。还有远从美国回来的民众都不忘上门一尝怀念的家乡味。好吃，很浓郁呀，很古早味，个蚵啊，个红豆啊，都好吃。我食差不多20-30年啊，拢食掉的，经营开阮都拢有咧食啦，好食啦。我们从小吃到大，后来我们出国，现在退休了，就回来回味，他们还在。老店传承到现在已经是第2代了，从早期在街头叫卖，到现在已经有了店面可以让大家坐下来。虽然原本的摊车已经稍有改装，但不变的是每天坚持手做，用天然的食材做出消暑的美味，回馈给每一位顾客。这个吃起来就是有小时候的味道，对，怀念的味道，寻找回忆。对啊，像我们现在搬到那个凤山那边就是特地过来这边吃，因为现在的很多冰都有很多添加物啦。对啊，当然就是小朋友想让他们吃比较单纯、自然、健康的东西。它的粉圆包括藕泥，都还我觉得是那种 Q 是自然的 Q， 不是那种添加化学物的那种 Q 度了。对啊，所以当然我们因为有自己有小孩子了嘛，所以当然就希望
他们跟我们一起回味以前小时候的感觉，都是比较原味的啦。啊，食材像地瓜，我们也是每天熬煮，一天差不多4个小时。啊，像藕啊，我们大部分都是大甲啊，无的割秋的。所以这物件刀啊，我弄毛利也是都最好的。很多客人说，恁这敢会赚钱？伊就是讲这侪单啊，60单啊，就是妈妈留下来的啊，也是很辛苦啦，要打这个基础啊，来大家像朋友这样子啦，都是有连结的啦，所以做下来就是有那种意义啦。我唔知做啊，当时我唔知影啊，就当做阮就做安尼就对了。超大碗的粉圆冰只要铜板价，满满的一碗实在是太享受了。爱吃粉圆的甜点控记得要来上一碗古早味手工粉圆冰，保证是清凉又消暑。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凤山车站随着最后住户搬迁，周边交通即将打通，整体发展将呈现完全不同风貌。不过，在车站前85期重划区临近曹公圳一端，因为私有土地地主众多，地方担心未来地主自行建屋，未经规划将形成火车站门面一片杂乱的情况，对城市景象相当不利。因此，建议市府号召地主出面协商统一规划。期待将来与曹公圳美景搭配，再造凤山车站美城。凤山车站随着最后住户搬迁，周围交通即将打通，伴随曹公圳美景，整体发展将呈现完全不同的风貌。不过转头一看，曹公圳旁这块空地，隔着围墙不止凌乱不堪，头尾两端更是冒出2栋新建中的头田厝。孤零零立在空地上，突兀的景象不止和曹公圳美景格格不入，更与凤山车站造景形成强烈反差。火车站正面应该是在做步道，不能说它盖它不盖，或者是乱七八糟，不要透天的就整排都盖透天的，那景观上就 OK 了啊，不会说有高有低，或者是说参差不齐的东西啊。车站前临近曹公圳这块属于85期重划区，早期重划后配回给地主，因此产权凌乱，地主众多。地方担心未来地主未经规划自行建屋，将形成火车站前杂乱景观，对城市景象相当不利。目前的话，就是要集相关局处去说明，那可能会是请他们发文去找这些地主过来，那开一个说明会也好。如果有想要在他们的地就是自建房子的话，那看能不能统整，那统一去找一些建商或什么的去处理，才不会说这边的空地就是参差不齐，这样会影响车站出来的那个市貌。这以后一人一间啦，栋虽然家己起啦，你管道也无共啦，伊的外观啦，完全拢一模拢变形无共款啦。安尼你讲你政府动用偌济财力伫遐规划啊，毋过你起价人啊，就要观光客来看讲。你讲你一个车头边迄厝起甲安尼离落安尼，拢都无共色。它这边的地目主要它不是住宅用地，所以它有一些地目包含他们申请一些贷款去建造房子什么的，都是困难重重，所以很希望就是政府单位这边可以相关的协助这样。除了产权凌乱、地主众多，更有相关法规捆绑，让能力不够的地主难以自建。地方也希望市府能松绑比照大林埔或相关都更优惠条例，让这块空地能解套规划，期待将来与曹公圳美景搭配，再造凤山新车站美城。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市博爱路上一栋商办大楼前，有不少机车骑士贪图方便，将机车骑上骑楼违停。不仅如此，外送平台的机车也将车子乱停，遭到民营拖吊业者整排拖吊，罚单高达1200元。但时隔1个多月，再到现场看状况是依旧如此。根据警方提供的数据，左营区的拖吊件数3月高达1137件。警方呼吁民众不要将车子乱停，以免荷包大失血。好扯啊！连外送都被拖了，公司楼下一堆人被拖。在左营区博爱路的商办大楼，有民众拍下公司楼下的状况，直呼好扯，因为他们的代步工具停在人行道上，遭警方拖掉，地上写了一整排的白粉笔字。当他们接获通知，想要及时移车，已经来不及，而且被拖掉的不仅仅只有上班族，还有外送平台用的机车。事隔1个多月后，回到现场查看，违停状况依旧不见改善，都没有。你看前面也只有几个。但因为
之前大家是把这个大楼那个玻璃门有没有全部人要把它挤住，真的这个是人家要卖相不好。有一个界限有没有？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画个格子出来，因为很多人一般会停在这边，就是这上面上班的人嘛，那他们有时候抢时间啊。有时候就是你没有给他一个格式，他就乱停了。经过了民众说，其实当地的停车位很少，想要将车子停好，必须绕很久。对于行人来说也不方便，原因在于一旦碰上下雨天，机车停得密密麻麻，行人想要走到骑楼也很花时间。譬如说下雨啊，我要走进去走不进去啊。那有时候，譬如说我在赶时间，我可能从里面出来。走不出来，要绕一个大圈。根据警方的统计数据资料显示，整个高雄市违规拖吊件数，1月份共计7792件，2月份达7338件，3月则有7165件，连续3个月违规拖吊案件超过7100件。左营区的拖吊件数1到3月也都超过1000件，3月份数字最高达到1137件。巡查至左营区博爱4路2号。发现现场有多部机车违规停放于人行道及骑楼，联警现场采证照相后，分别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条1项1款及56条1项9款规定治单，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对于民众图方便违停的状况，其实在市区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为了改善状况，市议员提出建议。那假设是像现在目前确实就是有一些商业区，它的这个停车量是不足的，那周边也没有足够的这个空地可以来划设停车位，那是不是可以做这个所谓的分区管理哈？在停车的部分哈，有些确实是这个商业比较密集的空间哈，只要让出适当的这个行人的通行的步道，那就是可以放宽这个相关的管制。李雅慧表示，考量到骑士停车便利性与行人通行的权利，她建议未来能将商办与住宅区做出区隔，分开裁量的基准，以现行的保留150公分间距供行人行走，其实不见得适用于每个路段，建议市府能进一步做审慎的评估。记者洪俊杰、黄子倩采访报道。由汉来集团接手的鼓山鱼市场正式更名为新兵町海洋厨房。开幕至今，每日到访人数约1万人，超高人气的背后，却暗藏着停车动线标示不清的疑虑。请敲锣。日前由鼓山鱼市场更名的新兵町海洋厨房热闹开幕，每日吸引大量游客到访，人山人海的盛况挥别过去冷清的惨淡，让许多前来的民众赞誉有加。比以前好多了。因为之前这个都是大厂牌嘛，进驻嘛，而且这个格局也比较新了，看起来会比较吸引人。高雄算是有一个比较新兴的、干净的一个场所，这平日的话带小朋友来，我也觉得是蛮好的。那目前为止，我们统计从22号开幕到现在，平均大概每天到访的人数大概1万人。鼓山鱼市场由汉来集团接手后，更名为新兵町海洋厨房，引进多间国际餐饮进驻。但是长久以来的交通问题仍未见改善。虽然不远处就有较大的停车空间，但动线标示不足，仍造成许多民众的困扰。对，停车方面要改进一下，要多一些指标啦。不然的话，外地来不晓得停哪里，而且这边又是单行道。交通的话是还不错啦，只是说里面停车比较没那么好停这样。因为场地的关系，这边停车的数额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吧。但是说实在，限于幅地的问题这也没办法强求。尽量是搭大众运输工具来这边可以走一走、看一看。号志的部分都有申请，那我们会跟交通局继续，就是说不要只有开幕期间，后续能够让它继续维持，那方便民众来到访。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营运单位也有在哈马星的捷运站开接驳车道这边，那相关还有 U-Bike 场内都有。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战战兢兢，那我们一定会跟新金的经营团队那好好的经营这个地方，带动哈马星地区的观光发展。开幕至今虽带来人潮与强劲的消费力度，但周围的景点也不容忽视。刚好现在我就觉得可能是正处于蜜月期了，包括刚才局长所回应的，就是目前到现在为止那个去人次大概每天都1万人了那实际上，当然我们是对汉来集团在餐饮部分是很有信。那不过因为鼓山鱼市场它那个场域比较特殊它就在哈马星里面那其实它的竞争对手其实还有周旁的哈马星的传统店家之外，那其实还有博尔群的战乐库等等所以其实在整个同业竞争来讲的话，它其实算是那一区算是竞争蛮激烈，这一级战区的所以就是说，看汉来集团他们整个行销策略以及他们的品牌如何杀出一条血路，然后让鼓山鱼市场可以经营得更好。未来是否能继续维持现在的高人气，就看市府与业者的后续规划。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台南市中西区5条港里社区关怀据点持续规划系列课程，让长辈活到老学到老。这回首次开设果冻花课程，以天然颜料教长辈制作好看又好吃的果冻花。长辈化身艺术大师，大展身手，完成的果冻花作品美到让人舍不得吃。拿特殊的花针插进果冻里，稍微转个角度，色彩缤纷的花瓣逐渐成型。为了让视觉上增加立体感，通常会分2层制作，可以说是相当高纲。做的时候觉得好像就会，但是用起来是足水的安尼。这感觉头一遍这感觉也是不是？我是第一次看到的，所以做起来很有成就感。5条港里的社区长辈们做起来超有成就感，因为请到的老师不一般，是由荣获多项国内外甜点与创意料理竞赛肯定的郑静娟亲自指导，从调制天然色素、掌握打花技巧，到完成独一无二的果冻花作品，让长辈感受到艺术与美食结合的乐趣。椰浆的白色冻提，然后用颜色，比如有火龙果汁、蝶豆花汁，还有那个抹茶粉、草莓粉，全台湾、全世界都有在做这个果冻花，是蛮普遍的。然后纯素，什么人都可以吃，什么人都可以去做。看到郑老师把土地公做一个生日的迄个蛋糕是用果冻花来去做的，看到是有够惊艳的所以我就甲郑老师问讲，迄个郑老师在甲阮教，伊讲他要排时辰排时间社区阮一直人员都做踊跃所以就分做3期来办，融合美学、创意与美味的甜点盛宴。连续3场的果冻花手作课程，全靠里长促成。看着一颗颗栩栩如生的立体花朵绽放在透明果冻内，是真让人舍不得吃下肚。其实果冻花健康又美味，还能依照个人喜好调整口味，非常适合作为伴手礼。记者孙怀谈的报道。台南永康有一群默默耕耘的青农，用汗水和热情浇灌这片土地。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其中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力青农陈义玲。家族3代务农的义玲，外表文静秀气，骨子里充满对农业的热爱与坚持。今年更荣获永康区绩优青农，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一位优秀的女性青农。从小在农村长大，看着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辛劳的耕作，心中就埋下对土地的深厚感情。长大后虽然有机会到外地发展，但始终忘不了家乡以及那片孕育他成长的土地。几经思考，义玲决定回到永康，加入农会辅导的青农行列，将传统农业注入新的活力。经过2年多的努力，也让他在今年农民节获得永康区绩优青农的荣誉。他也坦言，一开始接触农业，种死了很多作物，到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成果，让他非常感动。很感动对，因为从务农就是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弄死很多作物，然后到现在就是可以让植物好好的生长，就比较变成是去注意它的那个疾病的防治这方面，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永康区农会食农教育室曾芊芊表示，艺林刚回来务农的时候，连看到陌生人都会躲起来。经过田园绿疗后，人变得更乐观开朗。刚回来田间的时候，其实他蛮害羞的，然后也就是看到人，其实就会很想躲起来。但那随着就是在田里面这些绿疗的一些田间的一些食物啦、食作啦，然后就会慢慢的成长啊。然后像现在就是其实可以从影片上面就可以感受到他已经变得比较乐观啊，然后会比较开朗一点点。那其实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青农在田间和从农的生活中，其实会越来越快乐。为了种出高品质的农作，陈家坚持采用有机肥料以及不用农药，就是要让消费者可以吃得美味健康。这里的水果甚至可以直接摘了就送进嘴里。你家拢不用油啊？不，用自然农法方式。基本上就是二氧化剂嘛，去藻土、甲壳素、阿哥柑橘油、谷炼油。所以咱直接拌落直接吃。对，直接拌开就直接，除了灰尘我唔敢讲啊。艺林的成功不仅为自己带来了收入，也为家乡的农业注入新的活力。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年轻人也能在农业领域闯出一片天。他也希望他的故事能激励更多年轻人返乡务农，为台湾的农业带来更多希望。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由台湾府城隍庙主办的求学迎考步步高升考绩巡礼活动，日前在庙前广场举行，共有120位学生穿着古代书生的服装，背着竹篓，体验古代科举考试的情景。除了国中小学生参加之外，还有成功大学和台南高商的外籍学生前来体验。考季将届，不少考生都会前往台湾府城隍庙参拜考公司与学政司，祈求考运顺利。因此，台湾府城隍庙特别举办求学迎考步步高升巡礼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3年。不止参与人数越来越多，今年更有国小学生前来体验。今年那原来有中山国中小朋友还有这个成大甲南商的外籍生今年特别还有这个县立国小学生第一次来加入咱这道这个求学步步高升的活动这个活动原由就是较早阮就想庙后多一个清代考棚遗址来办理这个求学迎考步步高升的活动来，互伊穿清代服装来设这个清代考棚来做一个记号受到咱府城隍威灵公科公司甲学生司的庇佑之下会当这学生囡仔会当考出功名会当金榜题名。我们学政司他是负责什么嘛？学政司他是负责教育还有我们的那个行政考试的工作。那我们的考公司呢，它是负责考试跟考绩跟升迁，那就是代表着说我们在学业上的努力将会被看见，也有机会可以有升等的机会这个就是我们城隍爷的保佑。那我们很感谢庙方办这么好的一个活动，来跟我们学子来做一个互动。庙方依照古礼，将府城隍威灵公主司考运与人事的学政司与考公司也移到庙前坐镇，带领穿着古代书生服装考生参拜。现场还准备700人份米糕饯，放进6角形饯塔里，象征66大顺。祭拜过后，也当场开饯，将祝福分送给参加巡礼祈愿考生与现场来宾，场面热闹。来，我们第1层、第2层、第3层，来都打开来了由我们的负责人来带大家来进行，来教大家按怎开饯仪式过后，庙方也一一为每位书生准备古早书篓。书篓分大小，大的120公分由外籍生跟国中生背，小的90公分由国小学生背。实际体验古代书生赴京赶考辛劳。对传统话有的不同的见解这样子。那对于今年的，因为马上要考试了，有没有一些期许？希望大家步步高升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然后希望会考可以上一间好的学校。我觉得很特别，应该在印度我们没有这样的活动，所以我很开心来这边，谢谢。现场仪式结合古代应试以及现代舞蹈团艺术表演，有文也有武，加上庙后还有清朝考棚遗构，具有历史意义。记者林银庚台南报道。全国中等运动会今年在台南举行，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青春上扬宣传记者会，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并邀请多位台南市杰出选手穿着首次亮相的大会服装及台南市代表队服装走秀，展现全中运的青春活力与运动精神。在中山国中舞蹈班活力舞蹈表演，台南市政府于市立体育场广场举办114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青春上场宣传记者会，包括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民意代表议员都到场出席。现场市长并邀请多位台南杰出选手穿全中运赛事服装走秀，充分展现全中运青春与活力。左边哦，左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咯，左边。那右手边也帮我看一下，右前方有很多的媒体朋友啊。我们一下右手边。全中运在台南 ，Go！ 我们今天会公布这个选手运动服装啊，非常好看哦那也是突破过去这个很多年来有很制式的那运动服，那它的色彩还有这个它的式样都经过名家设计，所以可看性、可穿性，而且是这个全中运之后还是可以长期的穿，非常实用哦。市府为展现帮助选手决心，会中也展示了特别制作的大型举重杠铃道具，由刚在全国原住民运动会拿下冠军的举重好手方婉玲指导市长举重的要领，两人的互动也让现场增添不少趣味。我们的张炬跟于洋与肩同宽，与肩同宽，好，与肩同宽部分，然后分2个动作，好，一次举到了你的肩膀上，一次举到市长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轻松哎，那我们就直接退过来了，好不好？这个哇，市长140，轻而易举哎，140公克，不错，很重。140公克，好，那接下来有第2步骤，对不对？往上举的时候，将我们的前后脚做一个，将我们的双脚做一个右脚在前，好，那我们让市长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各位一个掌声帮市长加油打气一下，1、2、3，加油！白旗举起来，挑战成功，代表我们市长挑战成功，顺利夺金。为迎接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台南市不仅做好万全准备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将近2万名的年轻选手与教练，除邀请全国民众于4月19到24日来台南观赏全中运精彩赛事，为年轻选手加油。同时在全中运之后，4月27至5月2日还有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也在台南登场，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记者林莹跟台南报道。为了协助应届毕业生及想要转职的青年提升求职的竞争力，由劳动部云嘉南分署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所推出的1级玩家职场登入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5年，持续透过探索资讯以及适应等能力培训课程来帮助青年就业。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课程加入 AI 实务应用，强化青年因应目前职场的需求。89年次的郭小轩高职念的是机械绘图，因为看好太阳能产业未来发展，所以决定转换跑道做工程师。虽然起初连配线图都看不懂，在朋友建议下报名云嘉南分署的职训课程，从头学起。在专业老师的指导，结训前就已经取得太阳光电乙级等3张证照。
结训后也顺利到太阳能公司上班，工作不到半年，薪水已经突破4万。后也顺利到了一家太阳能公司上班，那薪水的话也比之前多了3成以上。很感谢分署的帮忙，也证明说男生可以做到的，女生一定也可以做得到。想要成功就业，都需要像郭小萱一样。她说，虽然是女性，不过强调男性可以做的，她也可以的信念，不怕困难。加上迎合政府绿能政策，相信薪水要超过5万不是问题。如果我们待业民众对未来出路没有具体的想法，建议可以先来分署学一技之长。不仅学费全免，我们还会协助学员训后就业，训后的就业率大概都有8成以上。欢迎民众善用政府的资源，开创自己的职涯春天。目前云嘉南分署最新的资讯课程有智慧机械手臂、建筑绘图等15班，提供待业等有需要的民众参考。咨询电话06-698-5945-1099。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2025桃园童花季即将在4月19到5月4号盛大登场，活动横跨龟山、芦竹、杨梅、龙潭及大溪5大赏童区域，并规划3场童乐音乐会及7条童花小旅行路线。游程即日起全面开放报名，欢迎大小朋友踊跃参加。2025桃园童花季即将在4月19到5月4号盛大登场。桃园市府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活动将横跨龟山、芦竹、杨梅、龙潭及大溪5大赏童区域，并规划3场童乐音乐会以及7条童花小旅行路线，结合山林赏花、亲子游程及文化体验，邀请市民朋友到桃园赏花踏青，感受客庄春意的文化魅力。龙潭、大溪、杨梅、龟山、芦竹在规划了7条特色旅游路线，同时也规划了3场音乐会。那么从4月开始，4月19号开始，所以4月刚好也是儿童月，所以除了刚才讲的音乐会跟7条特色旅游路线以外，我们今年特别强调就是亲子的旅游。换句话说，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在最适合的时候。刚才我们主秘也讲了，有一个网站可以查说台湾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童花开得最美丽，请大家就掌握这个时间，好好的带着你最爱的人、家人、小朋友到童花盛开的地方，体会我们客庄的特色。童花又被称为5月雪，每年4月起陆续绽放，都吸引许多民众追童赏花。客家委员会主委廖佩玉也分享，童花监测平台及客家小旅行网站，提供各地童花花况与旅游资讯，让民众更便捷地安排出游行程，体验客庄风情。所以呢，他们就调查各个县市政府推荐的童花赏童步道，他又就他这样说。哪里他们了时间都在又买东西都在卖有什么东西可以买那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客庄小旅行的网站，里面呢在童花季的时候呢，特别就有一个童花季的专区，所以童花什么时候开，可以去哪些地方夯聊或者是你想要买什么东西，我们经过调查各县市的推荐步道，还有业者他们在童花季有哪些优惠的措施。在这个客庄小旅行童花季专区呢，就可以查得到。2025桃园童花季网罗5大赏童区13处秘境景点，举办3场童乐会及多项儿童活动，并推出7条结合山林漫游、手作体验以及客家风味餐的主题游程，更特别针对亲子族群设计亲子童乐之旅，透过无感体验游戏进行在地走读，引领亲子共游桃园客庄，感受文化魅力。精彩丰富的7+1条游程从即日起全面开放报名，名额有限，欢迎大小朋友踊跃参加。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2025新北儿童月熊果运动城4月4号至5月10号登场。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活动将搭配闯关抽奖，民众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机票和大阪环球影城快速通关等好礼，邀请大家儿童月一起到新北找熊果。2、1，请启动！
2025新北儿童月熊果运动城将于4月4日至5月10日登场。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出席活动记者会，与新北爱小孩计划大使熊果一同启动熊果运动城系列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体验各项亲子运动，一起寻找熊果，共享亲子时光。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今年新北儿童月结合双北市壮运，规划4月份亲子馆运动日及5月10日的儿童安全嘉年华。活动期间，新北爱小孩计划大使熊果也化身为巨型气球装置，在新北市14处亲子馆及新北市政府1楼大厅陪伴孩子玩耍。欢迎大家到各个亲子馆共享亲子时光，让4月儿童月成为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月。儿童月我们就想了，让孩子们如何在亲子活动里面增加很多的运动乐趣。所以我们今年的儿童月就是我们儿童的运动城市夜这是最棒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特别派出我们的熊果出来了熊果是我们最可爱的小熊，能够长大就是平安果，平安果就是苹果，所以熊果上面戴那个不是帽子，是苹果，不要看错所以孩子们最重要是让他们快乐、健康、平安长大。新北市社会局长李美珍也邀请大家一同共襄盛举，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到日本双人来回机票等大奖。4月4号是儿童节，很欢乐的日子我们新北市政府特别规划了一系列的儿童月的系列活动。那我们在今天是我们的起跑的一个记者会，那我们整个活动会从4月4号到5月10号，也就是我们在15家，大家可以扫我们的 QR code，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儿童月的一个上去以后你就可以扫到我们14个那个我们熊果的位置。那看到我们熊果位置以后，透过 Line@ 那扫描之后，那你可以把它扫之后就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那这个就可以来抽奖，抽我们来回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机票。新北市社会局表示，欢迎大小朋友加入2025新北儿童月官方 Line@ 前往放置有大型熊果气球的14处亲子馆及新北市政府1楼大厅，扫描场域 QR code， 完成集点及游戏步骤后，即可参加线上抽奖。相关活动详情可上新北社会局网站或加入2025新北月官方 Line@ 查询。新北儿童月，等你一起找熊果。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桃园市艺文设施管理中心配合114年开始文化币使用下修到13岁，携手在地和日军再来剧团，打造沉浸式的导览剧场，在铁玫瑰寻找玫瑰，让学生透过文化币购票优先体验，透过剧场角色引导与空间解谜，让学生们亲自走入剧场，感受艺术的趣味与深度。为什么会是书画？整理自己，因为书画间可以化妆。剧场人员带着学生们透过剧场中散布的线索，要找出女主角消失的原因。桃园市艺文设施管理中心配合114年起文化部文化币使用下修到13岁，携手在地的和日军再来剧团，打造沉浸式导览剧场，在铁玫瑰寻找玫瑰，让学生透过文化币购票抢先体验，透过剧场角色引导跟空间解谜设计，让学生们亲身走入剧场，在体验中感受艺术的趣味与深度。那我们这次结合的实境解谜、戏剧表演的元素，还有剧场空间的探索。那用一个很沉浸式的演出，带领同学来认识剧场。那同学这次会先在舞台区先观看一个开场的表演之后，然后会分组到剧场的不同空间包括那个控制台，然后书画间跟舞台等等区域，然后透过这个剧场空间的这个实境解谜，去找到女主角那个消失没有上台的原因。那用一个非常
常特殊的、有趣的形式去认识这个神秘的剧场黑盒子。那在过程当中就会很自然的去了解到剧场的空间那这次我们也结合这个文化部的文化币的这个政策哈，那同学是用文化币的点数来购票进场看表演的哈。那这次如果这个成效良好的话，我们未来不排除把它变成一个定目剧的形式啊，我们就是定期会用这种戏剧的元素来带领同学去认识剧场。桃园市长期推动艺术扎根，举办牵手进剧场，带小学生进剧场。这次再结合文化币补助下修到13岁，首次尝试铁玫瑰剧场冒险计划。石门国中学生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剧场，觉得环境很棒，非常期待后面的活动跟表演。老师也希望借此让同学们学习剧场礼仪以及了解剧场工作。因为我们班那个老师有举办这个活动，所以我就来啦。好啊，那你觉得比较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这个场地，我觉得蛮酷的。第一次进剧场。对。因为其实我们学校比较算是在就艺文区以外，就是在龙潭比较靠近石门水库那边，那附近相关的艺文的设施大概就只有课文馆。对，那所以就以我们班为例，我们班其实有大部分孩子是没有经过剧场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第一个当然是剧场礼仪，然后再来就是能够体验到，就是其实剧场工作蛮不容易的。那希望大家就是支持艺文工作者买票进场。桃园市艺文设施管理中心表示，在甜玫瑰寻找玫瑰以莎士比亚著名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出发，结合部分经典场景，并以实境解谜游戏、剧场空间探索，邀请国中生一起走入剧场，认识表演艺术。不仅提升学生对剧场的认识，更深化文化素养，让每一位年轻人都能透过文化币这把钥匙，开启属于自己的艺文旅程。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桃园大园有一间位在国际路上的早餐店，外观不起眼，但生意却是好的下叫。原来是餐点分量超多，尤其是控肉饭，一次给到4、5块，多到碗公都满出来。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顾客上门指明要吃控肉饭。1块、2块，老板毫不手软，一次就给到3、4块，还加上1颗荷包蛋，连碗公都快装不下。哦，我吃10几年了，是10几年了。哎，特别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好吃，在地的，道地口味。控肉每天都要卤上好几锅，因为实在太好吃了。包啦，控肉都可以，那个挂包控肉都可以。大概每天大概几点就要开始卤肉？这个也要隔天，前一天要卤起来，然后冷冻，那个才会入味，入味才会香。啊，这个要油炸过，要炸过才会香。这个一天要3锅这个饭，50人份的饭要3锅了。这间位在大园国际路上的早餐店，外观超不起眼，却拥有大批死忠顾客。橱窗里空荡荡一片，顾客还是络绎不绝。很大，对吧？很大，吃得饱，吃得饱，所以会很常来。对啊。肉就是2块，这个我会放到4块到5块。不只是控肉饭，挂包也是一绝。花生粉、梅干菜，再放上好几块肥瘦刚好的控肉，不到中午时间就统统卖光光。这样才吃得饱啊，这样量才够啊。这个肉这个就是2块啊，这个4块啊。哎呀，这个不惜成本，也还好啦。主要是要让客人吃得饱。对呀。我们的主要客人都是什么？哎，都劳工阶级啊。哎呀，像卤肉饭、扣肉饭都那么大碗，也是劳工阶级，工作辛苦啊，吃得饱啊，还有力工作啊。就是因为分量超多，吸引不少劳工朋友前来消费。虽然因为航空城即将搬迁，顾客仍是希望他们继续营业，甚至不断询问搬迁地点，就算要绕路也在所不惜。味道也好。最喜欢吃它的什么？干面很多控肉饭也喜欢。它的辣椒呢？它的辣椒很好吃。你也是很喜欢。对。这就是始终就对了。对。这就是他就算搬走，你也要跟着去。对啊，所以要搬到哪里啊？因为这边客人早啊，哎呀，有钓鱼的客人啊，有早上那个晚班下班的、早班上班的，他们都在那个4点半、5点就要交接啊，哎呀。所以这边都最热卖的是什么？
最热卖哦，卤肉控肉肉跟面。分量超狂的早餐店满足劳工朋友对于饱足感的需求。老板夫妻清晨4点一开门，手就没停过。虽然累，但能满足顾客的心，是他们持续经营的动力。记者赖伟一头报道。2025基隆童话艺术节正式开幕，基隆国门广场变身为艺术和创意的乐园，第一天就吸引众多市民热情参与。基隆市政府表示，今年打造以孩子为主角的艺术盛会，邀请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国民广场，一起享受专属孩子的日子。2025基隆童话艺术节盛大开幕，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及阳明董事长蔡丰明及多位立委跟着小朋友一起用音乐打开魔法书，现场欢呼连连。一起来基隆谱写魔法之歌。童话艺术节已经成了基隆市每年最受欢迎、最具指标性的家庭活动。这个节日不仅是儿童专属舞台，也是基隆市爱和希望的象征。基隆童话艺术节已经正式的迈入第20周年，这也是我们基隆现在非常指标性的文化艺术活动。今年的装置艺术聆听雨是由我们的艺术家带领的我们5000个基隆的学子共同的来创作完成，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呢鼓励我们不管是基隆还是各县市的游客朋友、家长、学子们，都共同的来到我们基隆市，享受这几天童话艺术节非常丰富好玩的一个气氛，也是一个最佳周末长假期的一个亲子跟家庭的去处。今年的活动主题围绕在聆听雨共创艺术装置，将基隆2大特色雨和船转化为视觉和听觉的艺术表现，让孩子们从创作中学会欣赏、表达和感受城市的独特氛围。今年应该是一个水滴造型的一个风铃，在学校中应该是做了2节课。它虽然看似简单，但实际上你要把它弄得很漂亮就很难非常的难。我觉得很有趣，还蛮有趣的了。然后他每年都有一些特殊的装置艺术，每年都会来找小孩的作品除了共创艺术装置，还有丰富的亲子活动。童话艺术节开幕仪式上，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手作书签，相当有趣。非常好玩。那这一次儿童节，我们强调的是儿童的参与，儿童才是我们儿童节的主人。那这在3天的活动呢，我们也有包含泡泡派对，也有悠悠家族，而且这边离火车站很近。那欢迎基隆市的大朋友、小朋友，甚至外县市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基隆来参加我们的儿童艺术节。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基隆国门广场，享受属于基隆儿童的艺术盛会。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台北市家长注意了，台北市鲜奶周报生生喝鲜乳政策4月14号将正式启动，由4大超商全联及美联社提供台北市18.4万名小学与幼儿园学童每周领取1瓶国产鲜乳。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台湾的超商密度是全世界第2高，因此规划让学童到超商用数位卡证感应领取鲜奶的做法。根据卫福部的调查发现，国内学童普遍乳品与钙质摄取量严重不足。蒋万安希望透过鲜奶周报，让孩子的营养周周报道。身体健康提升好，规律运动不可少，没事常做健身操，全身运动方向好。台北市滨江国小2年级学童与双北市庄运吉祥物壮宝大跳健康操，活力满满。为了让小朋友获得充足的营养，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政策说明会上宣布，台北市生生喝鲜乳鲜奶周报政策4月正式上路，将分2阶段实施。4月7号到4月13号试营运期间，全市12.3万名国小学童可到4大超商与全联、美联社等6大通路，全台超过1.5万个门市，每周领取1瓶鲜奶或豆浆。4月14号则扩大到幼儿园学童也可凭数位卡证每周领取1次，希望帮助小朋友高人一等，头好壮壮。再穷不能
穷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样的理念，所以我们克服各项的困难。其实当中央宣布停办，我就认为台北市我们应该要来继续，所以我就一一的亲自走访这4大超商，以及包括这几家通路业者，而且面对面跟他们讨论。当第一时间得到他们的认同，愿意发挥企业责任，同时我们就很多细节来讨论，包括他们也会提出，未来孩子这个进到超商或超市，他们要来领取，那哪些品项可以选择？那我们希望多少的容量，以及系统的嫁接会不会出现什么状况？我们一项一项的来讨论，后来也都一件一件的来克服。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够透过政策说明会，除了感谢这些超商通路业者，二方面我们在执行细节上面，可能遇到的状况也一次的跟大家说明。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进一步说明可领取的28种鲜奶与豆浆品项，另外也宣布鲜奶周报网站正式上线，方便家长查询了解相关政策规划。谢谢我们所有的6大通路商哈，包括 Seven、OK， 还有全家、全联，还有美联社跟莱尔富哈。那这总共呢，在台北市有2000多家。那领的话呢，不限于在台北市领。如果说孩子呢刚好返乡到其他县市去的话，那所有的通路商只要是这6家都可以领啊。那总共呢，目前提供了28个品项，其中有13个鲜奶，有15个豆浆。那这一些产品销路呢，我们自己呢已经有建立的网站，今天呢就会上线。那大家从网站上可以点出我们各家通路提供的鲜奶以及提供的豆浆的品项。用的时间呢，这个学期是推到6月30号，但是6月30号因为刚好学期末，刚好是礼拜一，所以我们那个礼拜可以一直领到7月6号。那第二个呢，毕业生也是可以领这个时间也是可以领的跟大家特别的报告。那我们领的时间呢是以学期间，所以寒暑假是不能领的年度经费达1.84亿元的生生喝鲜奶政策，预计将嘉惠18.4万名学童。蒋万表示，未来如果经费没有问题，希望能够扩及到国中甚至是高中，让下一代更健康。台北鲜奶周报，健康周周报道。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万物齐涨，一般人中餐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吃得饱？在基隆警察局员工餐厅，员工搭伙一餐只有80元，有4菜1汤，平均1个月一个人只要收费1600元，有时候还会加菜，有大明虾等海鲜，出现双主菜的惊喜，让同仁直呼相当划算。大明虾下锅干煎，不断翻面。红彤彤的虾子香喷喷起锅，而这一道家常菜瓜仔肉在大锅里翻炒，热乎乎起锅，接着高丽菜大火快炒，透过厨师的巧手，不到10分钟，3道菜就能上桌。他们都要说少盐少油少盐。餐桌上不只有简单的家常菜，有肉鱼、炒豆皮、高丽菜及瓜仔肉。而这一整桌美味的佳肴，就是警察局餐厅里的午餐菜色。这有兼顾到同仁的健康，80块对，买得到外面买不到了，外面最少一个都120。总共4菜1汤，丰盛的摆上桌，员警吃得开心又满足。基隆市警察局今年2月恢复了搭伙共餐服务，提供桌菜和自助夹菜并行的用餐方式。希望让同仁吃得健康，也能够联络情感。当然便宜很多。怎么说？外面现在都要100多块啊。现在吃的都要100多块了。可以在局里面就可以享受这么丰盛的餐食，而且最重要的是非常健康。我们的厨娘也很用心，在所有的配菜还有食材的选择。过去都在剧本部有办伙食啊，但是在 COVID-19 之后，因为疫情因素啊，就中断了很久。那我今年到任之后，觉得说，在餐具供餐除了可以提供同仁良好的用餐环境以外，那加上基隆的天候同仁如果出外觅食其实是比较不方便的。那在局里面用餐，除了在菜色还有它的健康部分可以控制以外，那也可以让同仁可以利用在用餐的机会可以相聚增进同仁之间的一个情谊。3月份负责办伙的单位是交通队，经过问卷统计评分，
获得高达89分的满意度。其中同仁对于食材新鲜度满意最高，还不定期会有海鲜加菜，出现了双主菜的小惊喜。这1个月来，同仁感觉菜色都有精进很多哦。那我们也会准备一些水果哦，或者是说月底的话，还有剩余的钱的话，我们就会加菜。好，譬如今天有加大明虾啊1只。哦，同仁感到蛮惊喜的啊！以每个月同仁上班22天计算，1个月每人收费1600元，换算起来一餐只要80元。万物皆涨，警察平时勤务忙碌，现在又有互助搭伙，不但解决了吃的困扰，还有海鲜加菜，让人直呼真的有口福。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为了推动永康商圈为徒步区，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5月10号起，每周末的下午2点到晚上8点，试办永康街人本城市假日漫步区。这个时段除了持有通行证的自有车辆外，禁止外来车辆进入，希望打造不输东京涩谷的特色徒步商圈。至于有住户担忧推动徒步区会造成生活不便，蒋万安也做出回应。人潮一波一波的涌入，这里是台北市著名的观光景点永康商圈。为了提供国内外民众更好的步行体验，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5月10号起，每周末下午2点到晚上8点将试办徒步区，规划范围从永康街信义路2段入口到公康公园。这段期间，除了持有通行证的车辆外，禁止其他外来车辆进入。一直很坚持就是希望能够以将车本位为主的城市规划，能够慢慢调整为以人本位，所以让市民朋友都可以享受很自在、安全、安心行走的空间。所以在过去这2周，我亲自拜访永康街在地的2位里长、2位商圈的理事长及商圈代表。当然，除了跟他们说明我的构想以及未来的规划，最重要也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当然，里长们有反映。未来如果规划为徒步区，会对在地居民可能造成的影响。里长们、商圈里长也提出，他们认为有几项配套措施的建议。所以在参考里长商圈的建议之后，我也和各局处多次讨论，所以现在确定我们会来进行试办，时间就会在5月初母亲节这个周末开始。我们规划的范围就是从信义路到永康公园，也就是永康街14巷。那时间我们就是周6、周日，周末的时间下午2点到8点。为了避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权益，蒋万安表示将在指定时段受理当地居民及商家申请自有车辆的特别通行证。另外，因应紧急需求的消防车、救护车或复康巴士等车辆，在这个时段也能进入徒步区。我们会让当地的居民能够在指定的时间来申请自有车辆的特别通行证。所以，凡是有特别通行证的车辆，在徒步区规划周末这段时间，还是可以自由进出永康街。另外，我们对于紧急需求，包括救护、消防或者复康车辆，也一样可以进入到徒步区。我们目前规划就是在商圈周边的范围内的在地住户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再跟在地的里长来确认。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利用4月份这个期间，我们会公告1个月。那在这个月当中，我们就会来规划这类通行证的发放。那我们预计就是在5月初母亲节这周来开始来示范。台北市交通局方面进一步说明，永康商圈示范徒步区为期1个月，封街时段各巷弄路口都会指派义交管制车辆。蒋万安也鼓励市民朋友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永康商圈徒步区，感受漫步大马路的自在感。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吴佩珊，我们下次再会。